Hello，各位，大家好啊，我是小九。那么，在音声开始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因为小九呢在那个猫耳 FM 这个平台里面参加了一个活动，因为呢那个评论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每个人评论2条，总共要40条评论嘛，才能达到一个音频的标准。所以我希望各位等一下能够去那个猫耳 FM， 然后去帮我评论一下。然后因为每个平台的一个审核时间都不太一样嘛，所以小九可能会在稍微延迟一些的时候把那个链接呢直接放在我的那个置顶栏那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或者是可以在我的动态里面也可以看到。OK， 那么废话不多说了，我们现在就进入音频的世界吧。大好きだよ、ありがとう。姐姐，我回来了。对啊，这次出差出了好久的。那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回来啊？这可是我们这里没有的哦，这个洋芋片可是专门从日本带回来的。你究竟在跟谁发讯息哦？这么入神啊？哎，弟弟回家了都不知道迎接一下的吗？可恶啊！你算了，家里这么乱呢，真的是。我先去收拾了，你等一下，把衣服穿好，这么薄的，当心着凉了。然后就给我去把午饭做了吧。好了，不要给我解释了，现在解释什么东西哦？之前给你时间都不解释，让你去做饭了，你就这样子。不说了，等一下我要看到结果，我不管你现在怎样。我整理完了，你怎么样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的午饭就吃泡面哦。哎，弟弟我大老演出才回来的，你就给我吃这个啊？我告诉你啊，你房间多乱，知道吗？我知道，我现在满头大汗了，我一直在给你整理耶，你居然给我吃这个？我说你到底要怎样？一天到晚看讯息的，你管过我没有？你真的够了，哪有你这样子姐姐的？你要看讯息是吗？好啊。我抓住你的手，我是带你去个地方，你就好好给我看吧你啊！走啊！吃什么泡面啊？我都没得吃，你还想吃啊？走！好了，就这里。对，没有信号。你在这里自己玩手机，自己玩程式，自己发讯息。看你没有讯号的时候，你要怎么过？我什么时候把你放出来？哼，没有时间。只有你乖乖听话了，愿意给我做饭了，我再放你出来。不要想着抓住我了，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子，真的不让人喜欢呢？我真的很讨厌你现在。够了，不要这样看着我，没有你这样姐姐。
嘿，姐姐，你醒了？啊？对哦，你看我在吃什么？就是肉哦。鼻子都挺灵的哦，昨天还给我吃泡面，今天闻到肉香味，突然之间又醒来了。啊，你看啊，这个牛肉片哦，又香又脆，味道还很好，非常鲜美呢。可惜你啊，不能吃哦。除非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好好听弟弟的话，什么时候又应该不碰程式，不碰讯息，不看讯息，好好做饭的时候，我才会给你吃哦。不要挣扎啊！告诉你呢，你现在手还有脚都是无法动弹的呢。为什么？有没有看到吗？你手臂这里是什么？绳子欸。对啊，你昨天睡得太死了，也不知道你怎么过去的。看讯息还是回讯息呢？哼，好像也没有什么网络给你使用啊。那是为什么呢？啊，你是不是在我出差的时候每天都不睡觉呢？虽然呢，我每天都跟你视讯的，每天都跟你说早一点睡觉，早一点睡觉的，鬼知道你有没有听呢？唉，这么不乖的姐姐，就应该像这样子教训一下。哦，什么叫不敢啊？我上次好好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说好，我信任你，然后你就做出这副德性，现在还想用谎言来欺骗我吗？但是你的谎言好像并不是很能打动我呢，所以我的好姐姐，说了这么久，是不是饿了啊？想不想吃一下我这牛肉片啊？要不要啊？很香哦。是不是超香的啊？想不想吃啊？来，张开嘴巴，我喂你啊！啊！什么啊？哎，不许用舌头舔。呵，是因为我拿太高了。唉，有的吃啊，就不错了，还嫌弃我拿得高啊？要吃的话就自己拿，不想吃的话我就丢掉了。就快吃到了呢，我……对呀，就在那么一瞬间哦。我是故意的，我故意要把它吃掉。怎么样，开不开心啊？好了好了，我知道的，这种感觉我知道，不就是那样子吗？明明自己很想努力得到那个东西，但是事与愿违啊。
就像之前呢，我每天帮你打扫卧室，帮你打扫厕所啊，还掏出零花钱让你在手游里面氪金。但是我总想让你稍微听我一点点话，你却永远都不听。是不是我一直在努力，但是一直没有做到？是我要求高吗？还是你根本他妈的就没有好好的给我改进啊？好了，不跟你多说了，看见没有？还有一大盆呢。乖了啊？你的脸蛋还是这么嫩呢，没得吃。我说过的，没得吃，反正你改不掉的，没得吃。哟，我才刚刚拿进一点点呢，口水都流得稀里哗啦的了。你也知道的，咱俩去外面，别人都会说，哇，你姐姐好漂亮哦，什么什么的，对吧？什么作为弟弟超级幸福之类的，长得好看温柔漂亮，哼，夭寿啊！我怎么不知道我姐姐有这么多优点呢？我只知道她一直好吃懒做，看到这个牛肉片还会流口水把你的舌头给我收进去，不要这样子看着我。这个牛肉片不可能给你吃的。我还选择倒掉吧。这是什么？垃圾桶牛肉倒进去咯。怎么样，我的好姐姐？继续吧，这里是行动电源，还有电路板，你喜欢哪个就用哪个。给你的手机充上电，继续发你的讯息，继续看你的程式，继续看你的影片啊。没有网络干我屁事啊！但是现在姐姐特别乖呢，你看现在再也不会每天打乱我的卧室，还有自己的卧室加上客厅了，再也不会乱糟糟的了。好姐姐，相信我，弟弟这样做单纯的只是想给你个教训。弟弟永远是爱你的，永远和你是一家人。等你烦心好了，就告诉弟弟，弟弟就把你放出来，然后继续做弟弟我最好的姐姐还在看垃圾桶没得吃我要拿出去的。
再见，爱你哦，我的姐姐。baby 啊，这支音频就要结束了，你喜不喜欢啊？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关注我哦。哦，对了，小九有个 QQ 群哦，要不要加一下？加嘛，好不好？你加了吗？